再来看中华丽水一搭登山步道呢，昨下晡是有民众发现，伫40公尺深的山坑，竟然有一个人安尼摕伫遐，所以赶紧报警察来处理。也毋过，甲这个人捡起来的时阵已经无开啊。那详细事故原因，还阁需要厘清。快点来，快！ 消防人员伫树仔顶白沙啊，准备落去40公尺深的山坎救人。初八下晡，有民众伫中华丽水乡前八坑登山步道，发现有一个人摕伫边仔的山坎，赶紧报警。由南投甲中华消防局出动13位消防人员去现场救援。二水分队立即出动2车5人，到达现场与南投县消防局人员会合。于步道上架设绳索系统。 于落差40公尺之边坡，将患者抢救打包救出。消防人员落去山坎救人，发现人已经无喘气。初步调查，这位疑似爬落去山坎的民众是一位51年厝姓黄的查甫人。家属第3月初7有报案讲人失踪，是安怎会伫山坎死亡，也阁需要调查。现场经消防人员救起后，坠落民众已无生命迹象，后续将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相验。 以厘清死因。这条生态步道全长大约2公里，是中华丽水通去南投滨江寿天宫的登山步道，有不少民众会来这爬山。警消队提醒民众，若是去山区运动，上好招伴做伙行，行步道嘛爱注意脚步安全，避免发生受伤的意外。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。